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初3，旧历的7月16，礼拜四。今仔日是93军人节，总统蔡英文来主持着首届中立殉职人员的典礼，来慰问着烈士遗族的代表。另外，这个陆海空三军嘛，伫面册来发布着影片，一来庆祝着军人节，二来宣示着保家卫国的决心。 摕着花口向中行义士致意，总统蔡英文伫93军人节这一天主持中烈士秋祭。五院的院长除了行政院长苏贞昌因为公事无法度来，其他的人拢陪同总统到场。海陆空三军也伫这一天发表影片，唔但展现战力，嘛强调保家卫国的决心。 用影片记录一天24点钟，国军执行任务，就是要让民众会当安居乐业。因拢是为了台湾牺牲贡献的正港英雄。